你好，歡迎你收聽今日呢段內容。如果你成日覺得自己諗太多，個腦停唔到，呢段廣東話語音稿絕對幫到你。等我哋一齊用簡單實用嘅方法，學識點樣同過度思考講拜拜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支持我哋頻道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啊！上一集講到個度思考會自己嚇自己，呢次呢，我再分享書中嘅跟住落去嘅內容呢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處理接收不同嘅資訊。你唔使即刻回應所有人。每日呢，我哋都會收到唔少 WhatsApp、email、手機通知鈴聲，有啲係工作，有啲係朋友傾偈，亦都有啲係社交媒體叫你快啲睇。但係作者話俾我哋知呢，一個唔識得管理每日不同嘅信息資訊嘅人呢，好容易會被環境控制咗情緒。試想像，有冇試過啱啱想靜靜地做啲嘢，就收到一個叫你交呢樣交嗰樣嘅信息，跟住你就煩到做唔到手頭上啲工作。所以唔好一有信息就即刻回覆，你可以試下設定3個固定時段回覆信息，例如朝早、中午同埋黃昏各一次，其他時間就留俾你自己專心處理重要嘅事。2. 分清楚優先次序，唔好乜都衝去做。有啲人呢，一見到人呢揾佢幫手呢，就即刻放低自己嘢去幫人，結果自己啲事呢一拖再拖。作者呢建議用一個好實用嘅方法呢，叫做優先次序分配。簡單啲講呢，你可以將每日做嘅事分成4類。第一類，重要又好緊急，例如你份報告今晚交，咁一定要即刻做。第二類，重要又唔緊急，例如每日運動或者陪家人食飯，呢啲雖然唔急，但對你長遠健康同關係好重要，要定時做。第三類，唔重要又唔緊急，例如人哋叫你即刻回應啲雞毛蒜皮事，可以考慮延遲或者婉拒。最後一類，唔重要又唔緊急，例如冇意義咁玩手機，放過部手機唔好搞佢啦。清楚自己應該先做邊啲事，日子就唔會亂晒龍。 3. 設定目標要清晰，唔好太籠統。目標，好多人都話我要健康啲，我要學識理財，但最終都不了了之，因為呢啲目標太空泛，好難做得起勁。作者建議用 SMART 目標嚟設定計劃，意思係具體、可以量度、可達成、有關聯性、有時限。舉個例子，我會喺下個月每星期做3次30分鐘嘅散步，咁樣你就知道幾時做幾多，做完之後仲滿足感會好強烈。4. 用簡單視覺方法追蹤你做緊乜。有時候我哋一日做10樣嘢，但係做到一半又走咗去做第2樣嘢，搞到手頭上啲嘢做極都做唔晒，真係好頭痛。作者建議我哋試下用睇板法，其實我都唔知睇板法係乜嘢嚟㗎，咁就聽下作者點樣教我哋啦。喺一塊白板或者筆記本上面分3欄，未開始、進行中、已完成。每樣事寫一張紙條，做緊嘅就放喺進行中，完成咗就移去已完成。呢一種視覺化嘅方法唔單止幫你集中，仲會令你覺得今日做得好有成果。
5啊，將時間分區管理，生活先有節奏。如果你一日10樣嘢一齊做，冇時間分配，最後只會搞到自己好亂。作者建議用時間分配嘅方法，預先劃出你嘅時間。例如呢，早上9點至11點專注處理工作，11點至12點係用嚟回覆信息，下晝可以開會或者需要出街處理其他嘅事，就可以下晝去做啦。黃昏條件容許嘅話呢，可以睇下書或者休息一下呢，都係唔錯嘅安排。有規律有安排，生活就唔會咁浮沉，心情亦會穩定啲。總結啦，中年以後我哋啲時間真係好寶貴，身體真係同以前唔一樣啊，責任更多，所以更加要識得安排，識得取捨。你唔需要每一件事都要去做，但你一定要做對你最重要嘅事。記住啦，管理時間呢，就係管理你嘅人生節奏啦。聽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大家都有吸收到好多新嘅資訊、新嘅知識，記得就分享、讚好、訂閱，我會繼續揾多啲精彩嘅對大家有用嘅內容，製作多啲影片俾大家收睇分享，聽書有益，下次再見。